大家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部的空间也会在那个5楼的育婴室。那我们在整个敬拜开始之前，我们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神，谢谢神，你因为爱我们，叫我们的心里不要愁烦，也不要胆怯。谢谢烦，也不要胆怯。谢谢耶稣，你就是神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我们要看见大光。住在死荫幽谷的人啊，也有光照进我们的生命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你的降生带给世人无限的喜乐平安，地上平安归给你所喜悦的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扶持与相通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邀请大家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。哦，深山野，群星闪烁的光明，在玻璃痕。让我们一同齐声。
中充满亮光，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，名叫平安的君王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一切再也不一样。So we say。稣降生在世上，一切再也不一样。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， 拥抱我们爱。再次我们敬拜，我们敬拜，亲爱耶稣，你就是爱和平安的欢庆圣诞，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，献生命的礼物，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再一次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。真权必担在他肩上，芒草婴孩是万王之王，看他不张扬不喧嚷，他来为作赎罪羔羊。真权必担在他肩上，芒草婴孩是万王之王，看他不张扬不喧嚷，他来为作赎。让赞美声传万邦，哦，尊贵荣耀能力，永远归他，尊贵荣耀能力，永远归他。匍匐敬拜，让赞美荣耀能力，永远归他，永远归他。这是咱做伙来迎信息第70首《普天同庆祝临世界》。普天同庆祝臨世界，全地宇宙萬物尊崇，宇宙萬有尊崇，喜求主掌管，歡喜的聲無煞，歡喜的聲無煞，歡喜的聲無煞。最後必上我的心願，只對一切戰鬥，我主我的盼望，心變我的盼望。救主萬里，那是萬里，
你的旨意。请坐，咱请敬拜团歇息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让出来给大家来做哈。第二个，咱的敬拜流程头前段有敬拜，有圣歌队甲，这结束了后，咱随时要刷落去哦。第二阶段，什么呢？就是要一个闹热的庆祝节目。所以咱甲两场夹做伙，唔是缩时间哦，是延刷落去。所以咱兄弟姊妹，大家安尼唔通赶紧离开吼，咱的。互咱的思维。这是按做来启文第41篇以赛亚书第9章，这是由我来启，非常来意。今日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无尽，伊要坐立大笔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。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伊即时直到永远。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这是要面对生命当中无共的挑战，恳求你，互我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恳求你，互我每一个人的心内充满毋茫甲信。救主圣诞赞美礼拜，嘛互夏牧师敬拜团、圣歌队乐团，甲所有书敬拜团、圣歌队乐团，甲所有服侍同工，拢会当有主对你来教业聚会的兄弟，拢会当你内心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感谢主，富强教会。是主你所祝福的教会，阮今年度幸福小组嘛做真侪感动人的事工，互真侪新朋友需要关心的家庭，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祝福。阮的教会的代祷团嘛为着台湾这块土地，台南这个50许年来做准备。凡伫即个所在，会当为着传扬主你的福音来徛起，无论风雨，主你的恩典永远到。接下来是由我们富强教会圣歌队管弦乐团带来的圣诞节清唱曲《普世奇欢唱》。咱三甲组织传讲伊妈瑞丽，就是上帝甲咱基地的故事。
上帝创造人类来显出，总是人类却无选择伊，一摆搁一摆因离开上帝，总是上帝却无放杀因，伊继续呼召因，不断地听因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。因虽然行伫黑暗中，上帝百姓却要记得伊是真光。因就试用家己的方法，要倒转去归向上帝，总是因无法度。伫极其痛苦中，因就向上帝啼哭哀叫。上帝听见因的声，伊就做一个计划。有一个囝想使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下爸和平的人君。神的子民在黑暗中行走太久了，以至于他差派了一位天使传讯息。他差派了一位天使传讯息给一位名叫撒加利亚的祭司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。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神为他自己预备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。”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。要预备主的道路，要预备主的道路，在上的雄兵我身里，许多神要在前比赛呀，永远。办好势啊！上帝特别讲，家的一人名叫约瑟，降临世间，伊无经过人的动作，也是无经过人的动作，也是想玛利亚。Oh
神欢心，因为神成就大事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上帝已经为着伊的百姓降临啦，伊互因知因着怎样活出伊的活命，伊阁互因知道路。当伊对世人中搁活以后，伊一切所做，毋是只有为着历史的一小部分，乃是为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。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保护伊，对答到永远。上帝已经为着咱，我的心尊敬主最大。伊当为着咱降临，伊伫即时已经降临，每一遍。我
主耶稣，请进来。我的世界虽然黑暗，总是你的真光。降生了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咱用三声大声喊哈利路亚，到咱的圣歌地，咱来甲团做来客座的，好，也唱一个，也唱一个，哈哈。会表话，咱有长辈，有兄弟，吼，咱有想要留大家食饭饱啦，转去，食饭饱啦，转去，啊，咱就会使，咱落三楼，也是有空位的所在，转去，啊，咱就会使。咱落三楼，也是有空位的所在。一楼的大厅遐，嘛会当食你的中昼顿吼。啊，第三吼，真重要的报告啊吼，就是咱的主日学小朋友，注意看哦，主日学小朋友哈，等一下你们没有麦当劳，你们没有便当可以吃，你们要去吃麦当劳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不用领便当，你们麦当劳我们不能吃，你们可以吃啊哈。啊，所以小朋友到3楼去，领麦当劳，哈，虽然吼，咱讲起来较俗啊，毋过人较爱食咧，吼，感谢主吼，最后搁一个报告吼，就是咱准备伫这礼拜吼，今仔日24号嘛吼，这礼拜的兄弟吼，毋是干那迄个小组尔，所有的兄弟拢做伙伫迄天迄暗7点50做伙来。同心祈祷，对主迫切恳求。咱甲下面时间交予咱的师会，线接咱来读经甲分享主的话。讲受上帝的话，这礼拜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67到71节，这是由我来读。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互信心充满，有言讲，着称赞主。以色列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，佮救赎伊的子民，伊对伊的福临大笔的家，让咱设立有一个有大气力的拯救者，才会伫古早通过伊信先知的嘴应允讲，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。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。就传达上帝的信息说：“让我们歌颂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他眷顾他的子民，释放了他们。他从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全能的救主。古时候，他借着圣先知们说过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，摆脱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权势。”第二处经节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章。迄个天使做伙信从上帝讲，愿因光归伫至高的上帝。咱小等下当过来做复习啦吼。咱所要想的是讲，上帝透过这个祭司撒加利亚做一个宣告，讲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咱出世。撒加利亚是古先知的预言啊。这是撒加利亚，就是约翰。约翰的老爸，伊受着圣神感动充满来讲，这个圣囝降世预言呐，就是耶稣还未出世，
这个撒迦利亚就先讲啊，伊讲以色列的上帝眷顾伊话，谁啊会当对一位祭司的嘴来讲出来呢？因为讲伊是受圣神的感动，意思是这个拢是上帝会安借着先知们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，摆脱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权势，拯救摆脱，那是神的能力。永恒的父亲，和平的君王，把这位拯救者他的整个他的身份或是他的权柄都完全灌在这个地方。另外是在我们人类所处的世界，就是希望公义，为了和平的君王的统治，期待一个政治贤明、人民认为啦，人做的好像故意往那个反的方向来走，哈，所以人的罪性，在人类社会中这个时代当中，引发了战争，告诉我们耶稣降临了。我们是不是期待这个世界？当然我们期待，但是事与愿违，或是我们面对的并不是那么的明显，那么的确实。问题出在哪里？还是怪父母亲买的东西太糟糕。我们人类就像这样子，我们期待神是一个完美的统治，让全世界人类都和平，没有征战，没有战争，没有很多的仇恨。但是常常求神来帮助，但是却自己做的乱七八糟，这是我们人类的来的这个写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其实是平安夜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耶稣诞生的地方，耶稣诞生里对什么3个字？对啦，伯利恒。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，心中很难过哈。他说，伯利恒的一间教会的，而且用婴孩耶稣包裹在残骸瓦砾中，来象征遭到摧毁家亡的加萨。我们知道加萨走廊说共荣，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。今年很多教会都为这件事情在祷告。我们是要庆祝耶稣降生，没错，我们要喜乐欢欣。但是人难道没有责任吗？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上帝吗？所以这位以撒克是，而且现在都限240人遭到掳取，所有的公开庆祝活动，要取消所有的公开庆祝活动，表示说这个并不恰当。中的教会他们特别布置，不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伯利恒教会，一个路德宗的教会，他们特别布置，不像我们有花在教堂的一角铺上瓦砾，等下安尼石安尼凹起来，迄炸起的安尼糊糊的石放一个婴儿娃娃，表示耶稣就是好像诞生在这个场景当中，变成断垣残壁。这是那个图像你看在断墙石头乱石当中，耶稣降生在那边，这是他们的布置。给你什么样的思考？人类一定要走到这种地步吗？还有一张图画是写传统的耶稣降生的，在马槽有没有但是四周都是枪炮，都是枪对着他。其实我们的主耶稣降生，他卑微降世，他没有这个地方来走出来。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在主的恩典下，走上一条和平平安、大家彼此接纳的道路。其实我们不要讲以色列跟哈马斯那么严重的冲突，我们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2300，所以巴勒斯坦的画家，他们也有很多基督徒哦。你们想讲，巴勒斯坦拢信会搞无啦？巴勒斯坦境内的基督徒比我们台湾的比例还高哎。当然有些战乱，他们这些基督徒就逃跑了。巴勒斯坦的画家就画出他们心中的圣诞节，这个
圣家族就是咧讲耶稣的家庭就对了哈。你看他们画的多么祥和啊哈，多么亮丽哈。这是巴勒斯坦这些受难的百姓他们所画的耶稣。然后呢，他们画了一张很传统的画，跟一个巴勒斯坦的妈妈抱着孩子的像，你一看好像两个都一样，像不像？画的图，按这位妈妈就跟这位玛利亚都一模一样，在象征说，同样巴勒斯坦也需要救赎。天使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有好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为你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。”是的，这位拯救者已经降生。上个礼拜牧师有谈到说，我们基督徒在做代降节，是一个我们庆祝耶稣已经降生，再来是我们期待主耶稣的再临。好像2000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样的庆祝，但是主耶稣带来的整个世界的平安跟喜乐，我们人类还达不到，因为我们做的努力还不够。大队天军跟天使颂赞上帝说：“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和平中我们还在努力当中。”弟兄姐妹，期待救主的降生，我们能够成为传扬平安的福音的使者。这个传扬和平不是用口头讲，你就是要在你的生活周遭。天使对你们讲，哈，我们来唱第1节啊，跟第3节就可以哈。我们坐着唱啊，牧师要做一个祷告。跟第3节。和平人受受着欢喜，参加天军来欢喜。和平安的君王，一时正义的尊重，也是一个决志的祷告。我们立志要成为和平的使者，福音的使者，让主耶稣降生这个宣告，先知的宣告，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百姓当中。我们不是坐在那边干等，说和平来了，而是我们要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看到的周遭的世界，我们身处的社会，其实在软弱的地方带来刚强，要为民。阿们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。会众请坐。这时候我们翻开周报，代祷同工到12月31号止。第4点，我们1、2月重要的事工的预告。那比较重要的是，我们在2月25号，我们召开我们的定期我们的
教会的哈，但是我们还要介绍新朋友了哈。好来在我这个手上有很多，还有没有？哇，咱今天就做好朋友哈，还有赶快来做执行啊，不然下一次也是可以奉献，不过会变成新年度了哦。这一点给大家去，我们为了要义卖了哈，义卖一包6本还是5本6本，就是600块，它原价是1000多哦哈。啊，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想要留一套给自己小孩子看，也算是为我们50周年奉献。你就到楼下或找我们的干事哈，有3种系列，等于是你3包都买的话，要1800就对了哈。啊，这个也算是奉献，因为它原价是1200多哈。好，这个是还有另外第2种义卖，就是那个菜头哦，那个50周年、54年的菜头被了哈，大家给消化了哈，然后哈。胡长老他们这个团队再去做第2批好了，然后，第1批把它买完，一罐200块，1罐200块，一盒可能没有办法买到1盒了吧？就是传录音的工具哈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时间准备要接续，牧师来带领大家，我们要来唱这一首结束的诗歌。要做结束，马上请工作人员、我们的诗会、我们的主持、我们的演出人员准备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《主耶稣放下你宝座免流》。我们一起把圣灵的保守，借由耶稣降的保守，借由耶稣降生的好消息，带来平安喜乐，带来和平，带来。哈利路亚，团队预备哈，来预备。